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下令，要求因全国全面禁止使用社群平台 X， 因为大法官认为 X 是无去限制假消息的口做，因为 X 的头家马斯克是批评巴西安尼做是侵犯言论自由，以拒绝配合。 巴西最高法院31个命令下令，是全面禁止社群平台 X 伫巴西境内运作，一直到完成缴清300多万美金的罚款，为公司来指派新的法律代表，并且宣读假消息户头这法院的命令为止。这个争端已经拖几啊个月啊！最高法院大法官莫瑞斯4月就指控马斯克重新启动一寡被停权的 X 账号，要求封锁及右派前总统波索纳罗支持者充满虚假阴谋论的口做。马斯克甲反对者认为讲侵犯言论的自由，坚决不爱配合。巴西总统卢拉要求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。Porque não é porque o cara tem muito dinheiro que o cara pode desrespeitar. Ele não pode ficar ofendendo os presidentes, ofendendo os deputados, ofendendo o Senado, ofendendo a Câmara, ofendendo a Suprema Corte. Ele pensa que é o quê? 马斯克第17宣布，甲巴西英文办公室关起来特例人员，告莫瑞斯不威胁要掠该公司的法律代表。莫瑞斯30下令冻结马斯克旗下成立网络公司的财务，要求1天内依法来指派法律代表，期限过了后，遂下达全国禁令。 X 伫巴西有2200万户用户，3月开始陆续出现无道连接的情况。马斯克继续写出文章讲，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。也若巴西一个无经过选举产生的假法官，将因为政治目的伫该摧毁。另外，也批评卢拉总统讲，巴西的专制政权增加大家了解这真相，因为互任何想要安尼做人破产。公视新闻，施慧中编译。